大家好，我係八姨婆。突發嘅消息啦，就係有一個明星巨星啦，謝賢逝世，享年89歲噶。咁係今日傳出死訊噶。咁亦都咧，謝賢咧係曾經咧被捕獲啦，見到佢坐輪椅啦，同埋撐拐杖啦。亦都咧喺之前嘅幾年咧，亦都多次傳出咧謝賢咧中風嘅消息噶。一代巨星啦，我哋人稱四哥謝賢啦，喺今日20號離世，享年89歲啊。咁而呢，有好多媒體收到消息之後呢，就已經即刻去揾謝霆鋒啦。咁而據知謝霆鋒呢已經係非常之緊急同埋低調返咗香港啦，去幫爸爸謝賢處理後事嘅安排㗎。有指呢，為咗尊重四哥謝賢生前嘅意願呢，一切會低調辦理嘅。咁而霆鋒呢，亦都係開腔咗噶啦。咁而對於爸爸謝賢嘅離世啦，個仔霆鋒啦，同埋咧細妹咧都證實咗父親嘅死訊啦。咁就發文咧去悼念爹哋噶，咁就叫大家觀眾朋友們咧就諗起謝賢嘅時候唔好太傷心啦，亦都唔使喊啦。呢一個咧就係佢嘅仔女去講啊。咁霆鋒係講啲咩咧？同大家一齊睇睇。咁佢就話啦，非常遺憾向大家宣佈啦，我嘅父親謝賢咧已經離開咗我哋噶啦。佢將一生咧，自己嘅一生都奉獻俾影視同埋娛樂，希望將歡樂同埋笑容咧帶俾每一個觀眾噶。咁細個咧都見過佢好唔開心嘅時刻啦，但無論點都好，佢都始終堅持以最完美嘅狀態咧出現喺熒幕前邊噶。咁佢成日都話啦，即係講謝賢講噶嚇，The show must go on， 表演咧一定要繼續落去噶。所以咧，大家如果諗起四哥、諗起謝賢、諗起霆鋒嘅爸爸，唔好喊，亦都唔使太傷心。佢會覺得咁樣唔夠瀟灑。我哋咧只要將佢嗰個永遠有魅力、充滿笑容嘅完美身影長留心中就足夠啦。呢一個咧就係謝霆鋒作為仔仔嘅喺社交網絡啦 Instagram 嘅一個貼文啊，同大家講翻自己嘅心聲噶。咁喺呢一個 post 之前呢，其實謝婷婷同埋謝霆鋒咧已經齊喺呢一個社交平台度發一個 post 嘅，就去證實佢哋爹哋謝賢嘅死訊。咁當時個 post 咧就係話懷住無比沉痛嘅心情向大家公佈咧至愛嘅父親謝賢先生與世長辭㗎。咁喺屋企人嘅陪伴之下安詳離世啦。喺經歷一段時間嘅健康轉差之後咧，平靜地走完咗精彩而豐盛嘅一生。咁之後咧就有好多講翻佢對演藝圈嘅貢獻啦，同埋才華洋溢嘅成就。之後咧就係最後啦，就話對於各界嘅關心啦，同埋近日送上嘅慰問、祝福同支持係衷心致謝。咁就係由謝霆鋒同謝婷婷咧發出嚟嘅呢個 post。其實近年咧四哥都叫做深居簡出啦。咁好多人咧都有睇佢嘅作品啦，即係都會知道係佢。就算係可能好後生00後都識得四哥謝賢，因為有好多電影啦，或者一啲綜藝節目啦，同曾江啦，係咪？即係大家都會知道嘅。咁但係近年就真係比較少作品嘅，因為健康情況咧亦都係好受外界嘅關注啦。好多時候咧都話傳言過話係咪中風啊，或者癱瘓㗎。咁但係其實咧喺今年嘅4月啊，即係早幾個月之前呢，其實四哥謝賢呢係曾經現身喺太平山嗰度咧嘅coffee shop 度飲咖啡嘅，咁就令到謠言不攻自破啦。但係咧就留意到四哥嘅身形咧係比以前瘦咗好多咯，亦都咧好多牙咧都唔喺度啦，咁樣出入咧都係需要用輪椅去代步，見到係有拐杖，個身體情況咧未必係好好嘅，但係仍然咧係非常之型啦，星味十足，同埋都係非常之瀟灑嘅。咁我哋講翻謝賢先生嘅作品啦，可能就算後生嘅都會識得佢，因為喺2022年佢就係憑電影《殺出個黃昏》咧，係奪得過第4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亦都係咁耐以嚟最年長嘅金像影帝。咁呢，亦都好多年輕嘅網民啦，唔止係上一輩啦，係年輕嘅人咧都會覺得，咦，好驚訝喎！對於謝賢過身嘅消息，因為都係恆久會耐唔耐出現喺熒幕面前啦。除咗呢幾年之外，係咪？咁大家都會最即係記得嘅一個作品，其中一個就係《少林足球》啦。
甚至乎咧，近日嘅世界盃啦，都見到好多咧，四哥喺少林足球嘅一啲圖啊 cap 咗出嚟啊，大家討論，所以咧係會今日傳出嗰個死訊咧，係會咦好多網民啊，年輕嘅網民咧都會係好詫異噶。除咗少林足球啦，除咗個個都讚四哥戴副超好有型之外啦，當然唔少得就係四個小生去旅行嘅節目啦。咁啊，網民呢好感嘆話，當中呢其實謝賢同埋曾江呢已經先後唔喺人世啦。咁呢，當年嘅節目呢亦都有風波㗎，咁樣就係呢。四哥咧就覺得曾江扮嘢咁樣要坐輪椅拍攝，跟住咧提及呢件事嘅時候喺記者招待會就發火啦，叫做怒刮曾江噶。咁而呢，其中夾喺中間嘅胡楓呢，就慘被誤刮啦。咁呢件事呢，大家都一路都熱烈討論。但其實好多年之後呢，四哥係自爆嘅。其實當年呢個掌摑事件啦係造假，係搞氣氛。咁啊，胡楓比佢更好氣啊，咁樣原來呢，就係宣傳嗰個節目嘅。咁樣，因為話個個咧，佢又想講翻出嚟，因為個個咧都指住佢鬧，咁做埋啲咁衰嘅嘢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原來咧就唔係咁樣，熒幕上咧大家不和，而係咧反而可能感情力都唔差噶，只不過咧係為咗宣傳個節目咧，就做咗好多唔同嘅戲劇效果啦，咁樣，咁但係曾江同埋謝賢呢，都先後離世啦，咁樣。咁啊就會喺我哋即係影迷心目中咧，就會留下一個記憶啦。咁而八姨婆最記得咧，都係少林足球嘅一張經典圖啊，就係扮演少林隊嘅死對頭魔鬼隊嘅班主啦。跟住然之後最經典嗰句啦，就係啦，寇精、龐精、足協、足總、足委，全部都係我嘅人啊！點同我打呢一張圖呢？真係永流傳啊！直至呢前幾日呢，八姨婆都係仍然睇到噶，咁所以呢，係非常之經典。而謝賢嘅感情狀況呢，亦都係傳媒啦或者觀眾咧好關注噶。咁大家都以為感情生活係咪非常之精彩呢？作為一個小生咁樣，但係其實佢話呢，自然人生之中呢係非常之專一啦。愛上咗呢，就會好全力去愛。當中最出名嘅，除咗係迪波拉拉姑，大家都知啦，就係 Coco 啦，就係細49年嘅 Coco， 咁就唔同佢結婚啦，因為話唔想咧害到 Coco 嘅。咁但係當時咧，佢同迪波拉嘅一段感情啦，成個家庭嘅婚姻狀況啦、仔女狀況啦，以至乎新抱啊、張柏芝等等，佢哋全部嘅感情同埋家庭關係咧，都已經搬晒上台咧。喺唔同嘅八卦週刊啊，嗰啲雜誌度呢，係好多人熱烈討論嘅。之後去到 Coco， 咁亦都係非常之轟動啦。大家都覺得哇，四哥咁犀利咁樣，即係當時係有咁樣噶嘛，大家都係咪？咁最後呢，佢都係冇同 Coco 呢係結婚嘅。咁但係呢，外界對佢嘅感情生活呢都非常之關注。咁但係啦，除咗感情生活之後呢，亦都喺即係佢稍為年老嘅年紀嘅時候啦，除咗 keep 到佢英俊瀟灑嘅外表之外呢，仲係榮獲得影帝嘅。咁大家可以記得啦，即係就算四哥後生嘅時候，亦都為觀眾帶嚟好多經典嘅作品。但係呢，去到年紀大啦，亦都係呢為香港電影呢作出咗貢獻嘅。咁今集呢，同大家講謝賢離世嘅消息就去到呢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